这朝廷啊是不可能把包大人就这么放出来的。是你们在那前怕狼后怕虎。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一刀宰了庞吉，哪还会有今天那么多事儿啊？庞吉是堂堂一品，岂能说杀就杀？当朝一品，在我看来狗屁不如。杀了那庞贼是容易，杀了他又如何呢？又如何？你想的太多了吧？那个，听岳公子你这么说，你是有招啊？讲出来听听。我想，如果杀了庞贼，皇上十有八九会把包大人放出来。这不就结了？五爷，你可别忘了，放包大人出来是让他来抓我们的。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面临3种选择。哪3种选择？投案自首，替那庞贼偿命。请说第2种。逃之夭夭，逃到老鼠洞里面，从此改名换姓，不在江湖上行走。请说第3种。第3种，就是一并杀了包大人，然后大开杀戒，看到贪官污吏一律逮住就砍头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血流成河，干脆扯旗造反，打到金銮殿，夺了大宋天下，然后你们5只老鼠可以轮流坐上龙椅当皇帝。岳公子，你在耍我们兄弟3个？那我武帝话糙理不糙啊，你就是在耍我们嘛！你刚才说的那是3种都不可行，你说一个可行的。事到如今，哪有2全其美的方法？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我知道你就在怪我，对不对？这事儿全是我闹的，你对我有怨气呀。我就在怪你又如何？哎呀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那五爷，不妨说来听听。不如这样啊，好不好，岳公子？你把我们5只老鼠呢都给绑了，绑去见皇帝老儿，唤出包大人，好不好？你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只不过是把人家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说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王八蛋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你敢在这里撒野？我今天还就教训你了！别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？白玉堂，行了，就知道在这吵，这草里没神，猪拱猪在这儿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师弟，五弟，谁跟谁呀？这是要开打呀！哎，开什么打呀？这是要杀猪过年，没听二哥说吗？猪拱猪。哎呀，别生气！哎，虎爷，你去哪儿啊？闭嘴！二哥，那我们是坐。岳公子，老岳，哎，我家武帝就那个脾气，他有口无心，你别跟他计较啊。老岳，我有话跟你说呢。老岳，这件事儿确实是我兄弟不对，我们说好了跟岳公子你要在汴梁会合的，我们却失约了。但是实际情况，我们真的是有要事在身，我们脱不开身呐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对。总而言之，这件事是蒋平的不对。我当时看见那个黄金没在酒坛子底下，我就起了个心思，我就想让那御猫展昭吃一个大大的亏，出一个大大的洋相，就没来得及通知岳公子你，所以就酿出了个大大的祸事。万望岳公子海涵，蒋平啊！住手！不要啊，月华！五爷，哎，雅兰姑娘，雅兰，奇怪吧？我也觉得特奇怪。老五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这样过呀？被人刀架脖子上还不还手？
奇怪了，莫非他也觉得对这个新月的小白脸有所愧疚？不可能啊！这吴叔因展昭一事，早就迁怒于我，包拯负罪入狱，吴叔对我也是恨之入骨，所以恳请娘娘奉劝万岁，对包拯早日定下死罪，以绝后患。本宫听说，那陈琳老儿正在极力怂恿太后为包拯说情。自从包拯查明狸猫换太子一案之后，被太后视为是救命恩人。太后出面，万岁也不能不考虑呀。娘娘，自古以来，宫闱争斗不亚于战场，若想置之事外，那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那你说说，本宫应当如何处置？应该除掉陈琳老儿，切断太后与宫外的联系，让包拯没有任何宫内的信息。万岁对陈琳恩宠有加，听说前几天他神虚气喘，咳嗽不止。倒是当年操劳太过，如今百病趁虚而入，万岁特赏一匣百年人参，配上药酒，以消除百病，益寿延年呢。百年人参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总管大人这么晚了还没歇息啊？唐妃娘娘传唤，去叫南清宫听差。郭公公慢走，去吧。奴婢郭安拜见娘娘。你叔叔郭槐死去已满3年了吧？娘娘，已3年整了。本宫听说你8岁入宫，全靠你叔叔一路照顾。如今你能当上这万代寿山的总管，也是你叔叔一路提携的结果。当日叔叔蒙难之时，是娘娘极力斡旋，才保住奴才的职位。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奴才没齿难忘。圣人曰：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人家害死你的叔叔，就如同害死你的父母一般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为你的叔叔报仇吗？奴才只求保全自己即可。眼下就有一机会，但不知你敢是不敢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呀！本宫这有一壶药酒，此酒并无半点毒性。本宫喝得，你喝得，谁都喝得，只有他陈琳老儿沾不得。前些天，万岁曾赏给陈琳一匣百年人参，叫他调制成酒，早晚服用。本宫这壶酒里的药，与那人参乃为8反之首。有谁在服用了人参酒的这些天，误服了此酒一杯，7日之后，定会暴病身亡。义父，让他饮用此酒确实比较困难，搞不好会引起他的怀疑。孩儿认为，不如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放入人参酒里。此计可行，但一定小心行事，不能让人看见。皇上每逢朔望，必定会去忠烈堂位叩烛圣香，陈琳必定会等皇上一同而去。对呀，明日就是15啊！孩儿抓住这个机会下手。事成之后，庞娘娘许我当上皇宫的督堂，到时候我让你当上某宫的总管。孩儿多谢义父大人。
什么人？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大王！朕又来给你上香了。谁在俺的祠堂上乱写乱画？祠堂太监何在？奴才在，奴才在。回皇上，小的知道，今日15，万岁爷必定亲临。昨日已带小的们细心打扫，但是从未发现有此诗句啊！该死的奴才，你们连个祠堂都守不住，你们！万岁爷饶命！万岁爷饶命啊！万岁！何事情况？启禀万岁，督堂大人身边的小太监何长喜，昨晚不知被何人捆绑在太湖石后面，直到今早才被发现。娘哎！快点！国安确实被杀死了，无法无天。你说你们这帮混蛋东西啊！皇宫禁地竟然让人乱写乱画，你说叫你们讲你们有什么用啊？讲你们有什么用？是，万岁饶命！你把我的小太妹说来了，是吧？来了。娘娘，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何长喜的供词里的确提到了娘娘。这个该死的国安！娘娘请放心，国安已经在昨晚被人给杀了。被人杀了？是谁干的？一定是那个绑了何长喜，并在忠烈祠题诗之人干的。娘娘，这国安一死便死无对证，只要娘娘一口咬定与此事没什么关系，我相信万岁爷也不会拿您怎么样的。此事本来就与本宫无关，都是国安为了替叔叔报仇私下干的。五弟，你太冲动了。如果我不杀2个人丢到皇宫里头去的话，那皇帝老儿也不会害怕，包大人也不会被放出来，臭毛展昭更不会现身了。可你想过没有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进宫是我闯的，人是我杀的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不会连累到你们。现在，这事儿也出了，咱们在这坐着，担心受怕也没什么用。怕倒不怕，我江南吴蜀并非胆小怕事之徒，只是我有点担心，我担心这个事态会越来越不可收拾。万岁！就在3天前，娘娘寿辰当晚，臣的府邸也遭到了一伙歹人的袭击，臣的小侄庞景和小妾兰珠均遭杀害，家中府邸均有损毁。
竟有此等之事。微臣见万岁日理万机，昼夜操劳，不忍叨扰，所以只向守备府做了报案。可曾侦破此案？臣等正在抓紧稽查，眼下暂无眉目。抓紧破获，尽快抓到歹人。遵旨。万岁，臣以为昨夜大闹皇宫之人，就是前日大闹太师府之人，均为同一伙贼寇，就是江湖人称江南五鼠的绿林贼寇。江南五鼠，何等歹人，竟如此之大胆，竟敢到皇宫来闹事？据臣所知，江南五鼠也称为江南五义，与南侠展昭、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氏兄弟并称三侠五义。万岁，自从南侠展昭被封为御猫之后，江南五鼠极不服气。包拯趁机拉拢五鼠，怂恿他们来京找展昭的麻烦。五鼠到达东京之后，没找到展昭，又不满朝廷治罪于包拯，为了报复万岁和微臣，他们便留在东京大肆作案，疯狂反扑。爱卿此话有理，臣恳请万岁降旨，立即处死包拯，明正法典，以儆效尤，督促三法司尽快捉拿江南五鼠。万岁，臣以为太师所言不妥。这次五鼠闹东京，有无包拯的关系，只是太师推测，并没有真凭实据。就此斩杀包拯，恐怕众臣不服吧？文大人，包拯诬陷娘娘，威胁皇上，以示大逆，即便与此事无关，也应立即问斩。本官认为，包拯现在不但不能杀，反应放他出来，侦破此案。一派胡言！身犯此罪之人，岂能出来破案？哼！此案困难复杂，非一般人难以胜任。万岁可让包拯戴罪立功，如果他将案破了，将功补过；如果他没破，两罪并罚，这样他说不出来什么，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。王爱卿，此言甚是有理，就这么办。臣领旨。四爷，包拯放出来了。此话当真？我向那开封府外站班的衙役打听，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老四，听见了吗？还是咱家老五有办法吧？胡乱的进宫杀几个人，就能惊得那皇帝老儿下软蛋。嘿嘿嘿嘿，各位兄弟看到了吧？瞻前顾后呢，一件大事都别想做成。我还听说，皇上这次是让包拯戴罪立功，说要是能拿住你们五鼠，就赦免包拯死罪；要是捉拿不住，两罪并罚，砍2次脑袋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，是那站班的衙役这样对我说的。兄台，你先出去，我们商量点事儿。好。老四啊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王八蛋，全都让那个姓岳的小子给不幸言中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啊？不要这样唉声叹气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事情是我白日堂一人所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你们。五弟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你3个也是条汉子，这事儿我替你一块担了。还有你三嫂，俺是老仙儿老婆，老仙儿去，俺也去。胡闹！去哪儿啊？有什么扛的？就在这添乱。哥哥，兄弟们，我蒋平不是个软蛋，如果去自首能够换得包大人的自由，我第一个出去自首。就怕我们五鼠一起出去自首，也换不回包大人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一旦我们这样干了，就证明五鼠闹东京背后是包大人在操纵。
吴蜀又出去自首，背后还是包大人在操纵。无论如何，背后总有包大人在操纵。你想想，从古至今，有哪个皇帝老能容忍臣子这样去操纵局势？老四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好的办法呀？没办法，但是我知道，至少我们现在真的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咱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。可我相信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等待时机，总会有办法出现的。学生估计，如果这几桩案子真的与吴蜀和岳公子有关，那这些人一定还在东京附近。只有先将他们找到，问明情况，再做决定。只好如此了。爷，你的菜。爷，小二，有位姓岳的公子是否住在这里？对，他就在左手第3间，您跟我来。哦，不，我自己前去便是。好，请。岳公子怎么说？皇宫都是那吴蜀闹的，岳公子并不知道内情。这吴蜀做事也太欠考虑了，这都是杀头的死罪呀！是啊，而且把相爷也置于了两难之地。要是让俺给带上了，管他什么钻天鼠啊、彻地鼠，一个个抓来抽筋剥皮。赵虎不得胡言。话粗理不粗啊！眼下形势十分明显，如果找不到吴蜀，相爷性命难保啊！可是相爷他，相爷一生都在为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着想，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，也只有我们替他着想了。那以先生高见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你们4人分成2组，化妆出去四处暗访，只要找到其中1属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先生说的对呀，咱们要是抓着其中1只，就不怕其他几只不来。到时候咱们布下天罗地网，来1只咱们抓1只，来2只咱们抓他1双。赵护卫，不是抓，是找，是请。请。那好，那就麻烦雅兰姑娘你进城去一趟啊，把那把老岳给好言好语的请回来啊。那姓岳的压根就是开封府的人。喂，记住到开封府找人家啊。五爷，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。怎么，你教我说话啊？我怎么说话用得着你教吗？别！雅兰姑娘，您最好是化妆成男子啊，男子去行事比较方便一些。原来是这样，五爷他们也是一时冲动，考虑不周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要责怪他们。不管是大闹庞府，还是私闯皇城，他们都是出自行侠仗义的本能，我怎么能怪他们呢？那就好。你现在要去见他们吗？去陈州。去陈州？去陈州。你告诉白玉堂还有蒋平他们，说展昭已经被庞吉秘密派往陈州，保护庞玉去了，要他们也赶去陈州，大闹他一场。大闹一场？你是想让皇上知道吗？当然要他知道，这样一来，包大人才能以拘捕吴蜀的名义赶往陈州。赶往陈州之后，他就能查明庞玉他们私吞皇粮、虐待灾民的种种罪行。只要他把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或许情况就会大有不同了。你看这些人都往一个方向走，手里还拿着香袋，他们是要去哪儿？我找个人问一下。
哎，这位大哥，请问这路上这么多人是要去哪儿啊？哈哈，这位壮士有所不知啊，今天是本地花神庙的庙会正期，这些乡民带着香烛去庙里面拜花神娘娘。花神庙，请问离这里有多远？不远，再往前面2件之地便是了。好，多谢。今天的祝贺，既然是庙会，想必十分热闹。看来那几只乡下来的老鼠也在那里凑热闹呢。走，去看看。走。看银子，谁能答应我们家大爷，这银子就归谁了。有没有来挑战的？有没有？谁答应我们家师傅，这银子就归谁了？有没有来挑战的？这是我们家师傅。这是摆类比武啊，还是练把式？比武。哟，小哥，又遇见了啊！哎，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二位，你们看台上坐着那个人，此人姓严名奇，乃是威烈侯郭登云的外甥。平日里强梁霸道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又专爱素花棉柳，所以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子。原来是个恶霸呀！不错，他平日仗势欺人，又怕有人报复，所以就花重金请了一些保镖。他旁边的那个人姓史名丹，乃是他的棍棒师傅。他自己也跟着这个史丹练了一些三脚猫的把式，就自以为了不起了。在这里要找人比试拳脚，有人跟人打过？大家平时都怕他，谁敢上去跟他打呀？这大哥，看我怎么教训他！哎，休要多事。小哥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告辞了啊！抢人了！走！救命啊！抢人了！走，别动！住手！请问各位，为何强拉此女？快看，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抹脖子上吊，吃好药，随你便，别来找麻烦。光天化日之下啊，强抢民女，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？强抢民女啊！这是我们府里逃跑的丫头，偷了很多东西，弟兄们找了好几天，今天才找着。我没有。娘好，来的，回来，那不是你女儿。听我的话，跟你回家，快走。你是何人？敢在此地撒野？在下并非撒野，我只是觉得这个老人和女子哭的是悲惨可怜，还望公子您高抬贵手，开一线之恩，饶了他们。哟，还英雄救美呢！小子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往死里！闪开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就是他杀了我们公子，赶快把他抓起来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各位何必动武？我随你们去县衙就是。等一下，做事要公道。刚才是他用棍打人，将人打死，理应将他一起押解到县衙才是啊。二位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要在此妨碍公务。在下开封府6品带刀侍卫王朝。哎呦，
不知是阿位大人，小的有眼无珠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此事是我二人亲眼所见，你直接将人押到开封府便是。小的遵命。去吧。是。来，把他给我带走，快点！别动，别动，快来，走，走。兄台，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，尽管放心。此事还需仰仗二位，请。壮士，请。听说皇上这次把包大人放出来，是要捉拿凶犯的。这要是抓不着啊，恐怕还得2进宫。哎呦，是啊，这吴叔也是，要杀就把那老贼给杀了呗。是啊，杀一个侄子和一个小妾，那顶个屁用啊！再说了，这庞府的银子买1万个小妾也花不完呀。对呀。哎呀，苍天保佑，愿包大人能顺利抓住凶犯，化险为夷。对。包相人是谁呀？神人。管你什么破案现场，管你是不是被人动过手脚，一眼就能看出破绽，无需半个时辰。这包大人是青天大老爷，这吴蜀也是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，可老天爷怎么就偏偏要让这好人与好人自己相斗呢？是，谁说不是？罪人张大见过相爷。为何不抬起头来？罪人不敢。恕你无罪，抬起头来。卢方卢大员外，请问大人如何知道罪人之身份？哈哈，卢爷大名，在下早有耳闻。今日初见，冒叫了一句，果然是卢爷。哦，既然是卢义士到来，起来说话。罪人不敢。哎，卢爷不必客气，相爷是真心相待。哦，谢相爷。卢义士此来汴梁，有何贵干呢？啊，相爷，是这样的，罪人之五弟当日生气而走，其他3位兄弟前来寻找，直至今日迟迟未归。作为老大的我放心不下，所以前来寻找。那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罪人刚刚走到花神庙，还未进城，就遇到了这等麻烦之事。直到现在还未打听到其他兄弟的任何消息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卢义士不妨先暂时住下来啊，慢慢的打听。王朝啊，在，带卢义士到后院休息啊，不可怠慢。是。谢相爷。你说说，梁姑娘，这2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？其中一人身高8尺，国字脸庞，络腮胡须。我曾经听五爷说起过大爷的形象，所以找了押送的差役来询问。他说确实是操着江南口音，所以我一心赶紧过来跟大家报个信儿。那咱现在就杀进开封府，救出大哥。乌鸦嘴！这雅兰姑娘还没说这人确定就是大哥吗？那蓝妹妹说的不是挺明白了吗？啊，大腮帮子，大胡子，不是大哥是谁呀？别嚷嚷！天底下，啊，这个长相相貌相近的人那也挺多的呀，那谁也不能肯定这个人就是大哥嘛，是吧？别管那么多，我告诉你，杀进开封府找他的人，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没那么简单。老四啊，我怎么觉得还真有可能是大哥？你看啊，以咱们老大那性格，咱们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他肯定坐不住啊，他就关心，他就有可能出来找我们。然后你别然后了，你越说越害怕。你先别害怕了，你这一肚子坏水，赶紧想主意啊！老四，出主意。雅兰姑娘，这事儿还得麻烦你，麻烦你再进城一次，你找到岳公子，姓岳的小白脸，跟开封府有关系，通过他打听打听，
那开封府里关的是不是我家大哥？对，或者就根本不是我家大哥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绝对不是他。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居然敢私闯皇宫，惹下这么大的乱子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卢爷不必忧虑，包大人并没有怪罪他们，反而觉得这才是忧国忧民的义事。不能让他们害了包大人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要立即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到开封府来投案自首。卢爷言重了，谈不上自首，我们只是想请卢爷给四爷、五爷他们带个话，让他们来这里一起商议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有什么可商议的？办法总是会有的，等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才是啊。至少有一条，我王朝可用性命担保，绝对不会让他们有性命之忧。岳公子有何要紧之事啊？王护卫，我听说今天开封府抓了2个人，那其中一人是不是就是卢芳？谁啊？是我，雅兰。亚兰，你回来了。雅兰，不是我大哥，对不对？老四啊，买，到底是不是？确实是大爷。真是我家大哥呀！你俩干嘛呢？咱就别闷葫芦了。是大哥，咱现在杀进开封府救出大哥。三哥，一定要冷静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啊！这事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一定要谨慎，想出一个万全之策，再救出大哥。冷静，你能冷静，我能冷静，那二哥能冷静吗？咱们不能冷静。你看我急了吗？现在谁也没有说不救，要看怎么有方法能救。对，二哥说的对呀，三哥，你想一想，大哥都进去了，大哥什么时候进去的？怎么进去的？啊，他到底是被请进开封府的，还是被抓进开封府的？啊，他到底是包大人下令抓进去的，还是他手底下那个公孙策下令抓进去的？桩桩件件，件件桩桩，我们都毫不知情。我们必须要冷静下来，如果贸然行事，反而会害了大哥的。姜老四，你这嘣啊，挺能说呀！平时那么多主意，一肚子坏水，现在倒挤出点来呀！三哥，我挤不出来呀，这事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怎么想得到大哥也被……三哥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再想想。关键时刻就指不上你，指就知道指什么指啊？啊！你看看你起到什么好作用了？啊！都坐下。我告诉你们哥俩了，这事儿给等老五回来之后，咱们哥4个再一起商量完了之后，再去救人。